内转屋谈起来已经落为过时的，不过也是迄种环保嘅六件做嘅，使得秋天器材迄地寒天受耐热天凉。按照新竹竹东科富社区居民屯老师傅，如乡下来修整一栋已经离车标弯嘅老屋，社区老早挺门咯，也个头摆很用来做内转嘅嘢，如单论自贡乡下来做。一栋内转屋，下一摆会喺社区嘅炒货店。本但无办件店嘅社区居民，如唔是为初到去买日常用品跑去跑转嘅。太上行一下，人騰腾一下，集腾一下，屯路屋屋灯红嘅牙传下来，来到别个巷，也有人爱抢救社区堵巷，有80年安救嘅内转屋。你冲土就差10米左右，10米嘅些哈，你底下安尼完全是讲嘅石脚、石骨嘅腳，結到差不多要差不多長一個以後嘅些講到貼喺內轉你安尼做年個內轉啦貼起來。也只嘅係新竹竹東科富社區，入市嘅居民有7個社，平常喺睇也只嘅嘢大概503人。一只嘅地理位置算係合嘅長寮，韓國3股有2股嘅地係新竹科學園區3期證書地，建建32年，社區一直冇乜嘅發展。前幾年呢，社區唯一嘅雜貨店調價轉嫁過後，就在高模辦camp店。我科湖里啊有4.多平方公里啊，但是你看這科湖里，你進來到現在，你有很多板件。店摸嘛哈，這鄉下地方啊，買包鹽啊，買瓶醬油啊，都要去到好遠的地方啊。有4.07平方公里，4.07平方公里，十分創新。其中有2/33期嘅進修地，被劃為禁建區，被禁建30年，是中途2角個冇被禁建，已經流失，因為人口冇增加。後生係全部被打扁，目前那些可能差不多中，直接全部睇啲咩錄音駕駛成因啦。嗰所社區居民佢中意也見離車標彎，也下無人睇嚟嘅內轉戶，想愛推移賬號來開雜貨店，安尼人愛買米買鹽也都生活用品，加個禮片唔是碰上碰下。俺哋要鄉親嚟買東西哦，除咗關東橋，冇事人重複嘅嚟買，去差哦。可能係30分鐘咁樣係，韓國會成都咧當然是講面前一條路啊，嗬，喺科學園區嘅人上下班全部都嚟過，係，所以故事上下班嘅時間是棟人都嚟會過咁樣係。要支持之後咪啊，搶短啊！老師傅教大家屯管對班車，準備愛打轉呢啲燃料。社區居民嘅天用老樹葉來裝老屋，順後還有怪樹，見葉見草來屯管，愛比夾到夾。泥土啊，攪個無管呢切到2節，係去攪。以前啊，都用個牛啊，黃牛去。天上地將去練咯，練到夾，然後呢，就用本機啊，喺下發它，用那個野狗叉哈，推到咧這個平哈，就倒下去個要轉掉，個轉掉條條你冇看到，攞個平台嘅轉掉哈，一隻個個融合嘅奶，一落個轉掉去，這邊啱2隻手去抹。抹落去抹到啷哦，然後掉起來就變成一隻。這泥磚沒有什麼要緊，漂亮與否沒有關係，但是4個角一定要給它起，4個角一定要給它出來，有角度一定要給它有角度。到時候疊起來才會方便。
明年按算爱打500地砖呢，新竹县社区规划师天明路巷已发出信息，就想改道志工来参加。乃将白道砖雕好，白道慢慢冷来，再个囤砖雕拿放起来，看起来意外是利用的。不过对无做过的人来讲，爱打出几地又冷又烦地嘅砖呢，这是无按改。你在做的时候，你会希望你做出来的东西是又漂亮又光滑，但是当你摇一摇拿上来的时候，会发现哇，完全是意外。对，就是没关系，就接受它。哎，反正这个体验是很棒的。不过没有人改上高，改为一摆就成功。做了那一砖呢，嘅诀窍係要兩張木嘛，兩張木呢，會先到了四角嘅，那個呢，到去壓雜雪，壓雜雪之後，那個木頭了幾張木當袂，吼，添呢還是面片，面片之後呢，幾下面片之後呢，一兩木一倒，也力量會平均，一倒拉下去來是。係好好嘅產品。當然感動啊，因為咧其實已經見面看到嘅咧係天意擺咧，都非常感動，因為大家都義務性嘅啊，都義務性大家大家都咧努力做。一地地磚呢，細早嘅就做得拿來交付嘅，做上嘅泥磚屋一棟一棟冇起嚟。其實泥磚屋係一棟環保嘅綠建築，用採天然油嘅材料，起起來寒天小暖，熱天涼。其實泥磚它是不是很厚？那它里面又是稻草，又是泥土，然后又有一些空隙哈，所以这样的一个很厚的墙壁，它就制造了一个很好的阻隔的热的效果哈。那这阻隔热的效果，就是在夏天太阳很大的时候，再怎么样晒，屋内都是凉的，所以呢就不会有需要很多的冷气。那同样的，在冬天的时候，外面再怎么冷，那冷当透过这么厚的墙壁，就让屋内的那个就没办法进到屋内，所以屋内就容易保持那个温暖。所以那个泥砖屋呢，是现在世界建筑师公会公认哈很重要的一个绿建筑哈，也是很多建筑师公会慢慢在复旧的一个技术哈。啊，你屋带起来吼，冻舒适哈，去冬暖夏凉嘿。故事甲像按 Q 的屋啊吼，看到是冻宝贝哈，所以像。利用了摆机会咧，吼，按导因，吼，你老强下，你老去修复起来这样，嘿。顺哦，顺哦。哇，我这一颗。每一颗重量。第一个收了。一地地磚呢，係老祖公傳下來嘅智慧傳輸意，以啥做一項天人來做，也當該有老師米，有該進步嘅環保綠建築嚟進步，係可負社區居民嘅生活度好，有在個看得到嘅。